继续来到中华新港工业区的新港路，半暝2点40分，向上路面爆裂，大路车落大约有3米深。因为下骹是带这个高压电线，台电初步来推测，可能是电线烧烧，地势爆炸。好哩加载是发生伫半暝，万不因若有人甲车经过，无死嘛半条命。目前现场的快慢车道拢已经有封锁线，都惊会过来起爆炸。 半暝2点40分，大路汹涌咧冲白烟，爆一个真大声，瞬间全裂开，变成大窟窿。这个窟窿长看深大约有3米，汹涌爆炸，真是真惊人。这是中华新港工业区内新港路，很恐怖啊！万一人也伫这车辆过，稳死了。这涂骹底是16万1000伏特高压电线，无排除甲假日港抢用电量这有关系。用载过度。 这个有可能啦，但是详细情形还要再看书面资料。消防员伫现场有测到一氧化碳，嘛怀疑可能是沼气气爆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民众担心敢会有连环爆。只要已经开通了，它那个气体是有宣泄的管道，对，它就排出来，所以就不会。事发已经一段时间了，也是查袂出到底是高压电线烧烧，也是沼气造成爆炸。火甲在爆炸发生的时阵，无人甲车经过。